以客家强人之力秀文化之马。客强加油！當西安的古城牆，遇到嘅客家嘅泥磚牆，基礎上邊就留下嘅唔樣嘅文化重量嚇。客家大會自創辦以來啊，始終以能刺客家傳承文化為初心，以本屆西安嘅盛會啊。如果作一份此前推向嘅新嘅高度哦，大會設置嘅文化素人論壇，還有強人創新創業對話，之後呢是全球客家強人從千年古都嘅文化當中吸取力量，也呢係使得客家嘅一種堅韌創新團結嘅精神去新時代煥發生機。280多萬生人客家後裔嘅存在早已經是省市省里嘅客家文化嘅重要傳承體，真係而是客家強人一代講起文化傳承嘅大旗，使得我哋嘅客家話、客家俗、客家精神可以自根自體，生生不息。